你好，我係 Gemini， 我哋就快開始 live 對話，你只要透過對話或者展示身邊嘅事物，就可以探索複雜嘅主題或者構思。開始之前，麻煩你睇下呢個重要資訊。好，我哋可以開始啦。我可以用呢把聲講嘢，不過你都可以揀其他聲㗎。掃一掃就可以逐個聽，或者撳開始。我亦可以用呢把聲講嘢。你而家可以先揀呢把，或者你會鍾意呢把聲，我自己。例如仲有呢把聲，或者可以。到我出場啦，我把聲好百搭㗎，咩場景都啱用。希望我啱你心水。呢把聲可能更啱你嘅風格，我會再講多幾句，等你感受下。揀我嘅話，我就會一直用呢把聲講嘢。另一把聲係咁樣，或者聽下呢把聲，試音，試音。最後補充一句，最後補充一。